弟兄姊妹平安，今日所讀嘅經文係耶利米哀歌第3章第1節至66節，主題係在哀傷中縱然盼望。詩人喺耶利米哀歌第3章哀嘆自己喺上主嘅憤怒裏感到極大嘅苦痛，詩人感到被上主遺棄，失去平安同埋盼望，心靈陷入痛苦之中。詩人回憶自己嘅困境，心中充滿憂愁，但仍然存着盼望。詩人深信上主係有慈愛同埋憐憫，每日早晨都係新嘅，而等待上主嘅拯救係有福嘅。詩人認為喺苦難裏面應該安靜等候上主嘅拯救，上主唔會永遠丟棄人嘅，上主會因為佢豐盛嘅慈愛施行憐憫，上主嘅慈愛同埋公義係永遠唔會改變。最後，詩人呼求上主察看百姓嘅痛苦，祈求上主伸張公義，審判敵人。詩人堅信上主會拯救百姓，同埋報應嗰啲敵對上主子民嘅人。反省問題。作者喺耶利米哀歌第3章記載，詩人認為喺苦難裏面應該安靜等候上主嘅拯救，上主係唔會永遠丟棄人嘅。咁當你喺苦難嘅時候，你會唔會都安靜等候上主嘅拯救，抑或會急躁同埋怨上主呢？